拉玛基努，拉玛基努，真见则位，拉玛基努。我们现在这个团队的话，按道理来讲，是这个团队是为了一个是为了弘扬佛法，一个呢是这个本教呢这个教法是确实是为社会能做出一定的贡献的一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呢，能给社会能带来有一些好的东西的话，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好好的分享。这样了之后，一个是弘扬的角度，一个是为社会做事的角度。最起码就是很有用的东西。所以说，尤其是在我们也在说，因为我们现在呢，目前呢，这个联合会呢，也是一种初步吧。现在呢，比这个经济的角度来讲，现在呢比我在的时候好很多了，因为手头没那么紧，所以说有些做事情呢比较方便一点。那么这样了之后呢，很多事情呢，其实联合会呢可以做很多事情，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啊，因为本教呢是这个联合会其实是促进了很好的作用，其实是这个团队是真的，以前我们本教这个全国就是上下有很多高僧大德啊、格西啊、堪布啊，有很多，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没有一个能聚在一起，就是那种，商讨怎么健康的去发展这个宗教，健康的怎么去为这个社会做贡献，就没地方一个平，就是那种商量的这种的平台。现在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本教的高僧大德们也就是经常能可以聚在一起。可以亲近亲近嘛，这样的话最起码可以互相可以多聊一聊。按照以前和现在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很明显的一种状态是非常团结，不像以前。以前的话是它的力量是散的，但现在呢是稍微开始就，但不能说是所有的凝聚了嘛，但不能这样讲嘛，但是一步一步来，所以说，那么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开始就凝聚起来了。然后大家呢也就觉得有就是本教的这个联合会的存在，他们就得有一个团队的精神这个团队的精神开始出来了之后呢，就是反正做任何事情比较好办一些了。